所以咱已经有大的这时头，上帝的囝耶稣，经过遐个天，就着即首所承认的，所以咱着好胆就近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做及时的帮赞。咱三个做伙来学了吟圣诗，圣诗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菲律比书第2章，伫后壁边的62篇，咱三甲做伙来启用。既然恁甲基督既然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上款的心志，上款的疼心，和蔼的感情，一致的想法，互我充满。唔通自私自利，嘛唔通追求虚荣。反当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恁逐个人唔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当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是甲人相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
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脚头有，拢会跪拜。最声，一一切切拢的罪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被上帝。咱大家做伙来祈祷。神的上帝，我满心来感谢阿罗你，今仔日是你所定定的日子，阮全地拢要来耶和华你来唱歌。阮若要用感谢来入你的门，阮若要用阿乐来进入你的院，我要来感谢你，阿乐你的名，因为耶和华你是好，你的慈爱是到永远，你的信是到万世代。主，阮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面，因为上帝，你会听，你也将你的独生囝来收赐予阮世间人搁因为你听世间人互阮的主来顶伫十字架顶，然后出伫伊的保卫，互阮会当因为安尼，阮会当做来得到赦免来伫遐捆绑会当得到来讨放。今仔日，阮所有兄弟姊妹，阮会因为主会听，阮会当搁三甲组织做伙伫遮来领受圣餐，这是阮真做你儿女上介大的福气，互阮搁一遍会当了解，阮圣餐毋单单只有一个纪念名，阮较要紧，阮爱伫遮来参与，会当甲主伫遮有搁建立较好的关系。阮若要通过着圣餐，阮若要搁一摆来领受对顶悬来十字架顶的恩典，来回应主你对阮每一人即种长看宽深的疼是何等的大。主，阮感谢，阮将今仔日的聚会对头到尾会完完全全交托伫你，求你圣神亲自临在一切当中。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三个做伙来奉献。上帝，我满心来感谢阿罗你，你是创造天地修饰万美的上帝，你是阮的王，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牧者，阮拢一项拢无欠过。主，阮感谢你，伫阮逐人，伫阮个人会无共款的这场的生活当中，你修饰阮有做，但这点阮用奉献要来回应你的听。求主你施恩加倍，所伫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30倍、60倍、100倍，会加倍来修饰阮伫阮的兄弟姊妹当中。主，阮伫面前献上感谢，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是我的报告。注意圣工的安排，咱请咱使用者咱家己来规划。本会消息：第一项，本会本主日有举行今年度第4届的圣餐礼拜，所以咱
第二、三场拢伫今仔日，但是青虫甲迄种拢伫第三场是伫第四场9月初6，第四场是9月初7。敬请全体备餐会员来强守圣餐动物之恩。本会本水的中昼12点，伫3楼会议室要召开小会，敬请小会员准时来参加。伫本水下晡3点到5点有举办领袖的装备会，对象是区长、小组长，地点是伫咱的副堂，敬请准时来参加，有准备暗顿。前方教会对8月初10开始就已经恢复聚会，聚会地点伫新的礼拜日，伫清风路297号，欢迎咱来参加。小会公告：第一小项，本会定伫下周的主日起，9月初7，要召开临时的好会，举行第23届中职的选举。本次预定选出长老12名，执事30名。第二小项，临时好会会员的名单有公告伫咱的公布栏，如果有遗漏也是毋对的所在，麻烦请咱的兄弟姊妹办公室里来反映，咱通来更正。多谢咱兄弟姊妹咱的配合。第三，选举办法，第一，咱要伫9月初7，咱的大省先选长老了后，才来选执事。第二项，在职会员过半数会出席，用无记名的联记方式。以咱所需要的名额，就是咱有需要长老12名，伊需要名额由得票超过半数以上较悬的当选，就是咱出席爱阁超过遐半数以上，才会当当选。共票数共款的，咱阁用抽签来决定。第三小项，选票会印全部候选人的相片甲名单。第四项，第一次的选举。如果若无法度全部一届个选出所有要选出的名额，咱第二摆的选举，个要对第一届得票更较悬的当中来提一寡不足名额。譬如讲，长老要选12个，咱只有选到第一届10个尔，所以咱第二次的选举个1.5倍，就是各有2个名额，你就是爱提名第3个名额。等1.5倍，你若讲迄个小数点拢会阁增加起哩，这甲各位做一个报告。第二次的选举，如果若也未全部选出第三届，要对第二届则较悬的当中，摕不足名额增加1名做候选人，如果阁欠一位，咱嘛是共款，还阁加一位，2个人咧选一个，加一个，这甲各位做一个报告。第四项，本届中职选举要伫各场礼拜当中来分别伫遐投票。礼拜后会伫教会地下室的小会堂伫遐进行开票作业。开票结果要伫隔礼拜的主日伫遐来公告。这选举是甲各位兄弟姊妹做一个报告。下周主日9月7日中昼12点，伫3楼会议室会召开9月份的中职会，有准备中昼顿，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甲东港列席。第七项，本会定伫9月12日暗上6点半到9点半，以及9月13日的早时8点半到暗时9点，伫敬拜中心举办专营经营营，对象是本会受洗的会员，门徒学校下悬必修，费用是一个人600块，囡仔200，请伫9月7日进前。用 QR code 办公室来报名。第八，本会2024年度第二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既然有下规定申请的，请伫下主日9月7日进前来提出申请。伫9月10日暗上要召开奖励金的小组的审核。本会伫9月14日要颁发着奖励金。第九。本会2025年下半年度的装备课程，要伫9月2日起来举办，费用甲书籍的费用，作为迄个上课时来缴。欢迎兄弟伫9月17日进前使用 QR code 来报名参加。具体消息，合作社第一小项有社员的伤年的意外保险，第二小项
有社员消费性的利率贷款15万；第三，社员的军警公告人员贷款30万的优惠利率，以及第四小项助学贷款的专案利率是毋免利息的。即以上只有4项，如果若有需要、有意愿贷款的，请辅助社来切顺办理。第二，县官队的选举，第一项相连县官队定伫9月初4，就是拜四上午8点半要举行下届的干部的选举。妇女县官队定伫9月初6暗时8点要举行下一届的干部的选举。以上，建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为着这的事项，咱会当迫切来关心、来带到教界的消息。咱请陈牧师。咱公中会上部举办结婚满50当、60当，就是金婚、银婚的夫妇赠送纪念相片一副。搁伫中央节10月17伫遐表扬。所以敬请若是民国64年、54年结婚的长辈，可能美队长来报名来参加。以上。即做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提摩太前书3章第1节到13节。提摩太前书第3章1节到13节。恁来看我的供读。人若羡慕监督的职，伊是一着好的工。即句话是真实，所以做监督的应该着无通嫌。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毋通好酒，着守己端正，好款待出外人。熬驾驶，无因为酒起事，无拍人，着温柔，无三尖，无贪财，熬整齐家己的家，用端庄，互囝儿顺服。因为若未晓得整齐家己的家，要怎样照顾上帝教会啊？拄入教会毋通互伊做监督，惊了家己偏袒来陷落魔鬼所受的审判。搁伫教会外着有好名声，惊了拄着人的礼骂，陷落魔鬼的活斗。安尼做即事的也着端庄，无两样话，无爱啉多酒，无贪不义的钱，着存清气的良心，固守信道的奥妙。亲像即号人，着大声试验伊，若无通嫌，则通互因做即事。安尼负责人也着端庄，无诽谤，无好酒，凡事忠信。即事着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熬整齐因的囝儿甲家己的家，因为熬做即事的家己得到好的地位，搁伫基督耶稣的道理有大大好胆。阿们，感谢上帝将伊的话给来享受互咱。这是咱学乐，咱要请咱的长辈相连献歌队。
真多谢咱教会上的圣歌对咱这长辈带来娱乐诗歌。这时讲到要请咱的主任牧师，今仔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心无成功，敬重圣职。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哈，咱圣歌队唱这首哈，天的万般拢有伊的时，万物拢有伊的期哈，万物拢有伊的时甲期。咱这个主题是咱今年第4遍的修圣餐。牧师一早起特别要用这个题目叫做心无成功，敬重圣职这是为着咱后礼拜是咱选第23届的中职所以咱望对上帝话搁一遍来学习教会担当这个长老甲执事的职，咱就爱心无好的工，咱就来敬重这个神圣的职分。感谢主咱的教会一定是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虽然有无啥相像，不过这个组织无迄个绝对性但是咱伫这个组织，咱就是照这个组织的运作，互这个组织会当发挥更加大的功能，会当完成主交代咱的使命。比如讲，若是迄个君主制度的，就是那甲像天主教，有教皇有主教伫因所管辖的这个单位内底有足大的权利像这个教皇贵族的制度就是那像圣公会主教甲因的主任牧师，其实因咧开会上落尾有迄个否决权否决权伊若感觉袂使伊会当做一款的表达咱是属于间接的民主制度这是咱长老教会就是安尼信徒来选出长老来组成小会这个小会有治理的权柄若直接的民主制度就像浸信会浸信会因有重大的代志大部分拢是由全体的信徒的大会来决定这个制度有好有歹，但是咱就照咱原来伫长老教会的制度，长老教会是加尔文所创设，加尔文是一个读法律的人，所以伊对法律的运作对组织的理解所设计，我有真侪优点伊是较徛伫中央，伊毋是像这主教制，也毋是像会长制，伊是较中央的所在所以咱教会就有选出长老甲执事，长老是选出来担任教会人事财务的决策甲管理咱的执事是由信徒选出来执行教会所推动各种行政事务关怀、探访、服务、宣教的事工这是有一个无同款的职务、无同款的职分、无同款的功能但是拢会当发挥感谢主，咱教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爱心无圣功，爱敬重圣职我最近看到周新洲牧师伊写的一篇短短的文章在讲求正面还是倒面，有些咱感觉这个西比泰两个囝，这个雅各甲约翰要求迄个耶稣伫迄个国教降临的来教的时阵，会长一个正面，一个倒面，伊的老母咱咧做长老甲执事，当然毋是咧求官要一个官位但是这是一个上帝看做要紧的职所以讲咱毋是咧求正面倒面，咱是望会当服侍主
伊讲总比求左边右边总比躲在后边远在天边好。这句话我感觉讲你讲求正面倒面唔好总比你去比伫后壁边走到天边迄角更较好我感觉真有道理真有道理咱做基督徒，咱应该着爱欢喜服侍主幸无即个好的工，咱来当担当即个职分，咱嘛是感谢上帝咱有无担当即个分，咱嘛感谢上帝咱基督徒总是爱互主的名透过咱来得到荣耀我去参加即个国祷会就伫迄个餐会中间有听到咱迄个 Good TV 的执行长伊讲应该是富邦的银行的董事长啦伊讲伊即个董事长信主了突然间迄个公司的基督徒加走足侪出来表示讲大家拢唔敢表明伊的身份啦，大家拢惊董事长知影讲伊是基督徒啦即个董事长信主大家拢讲伊是基督徒其实这是伊会感觉讲开安尼其实基督徒应该好打认主的名，好打甲家己的身份会当表明佫会当做主的工，这是荣耀的我看到迄个 TVBS 的董事长即个陈文琪弟兄感觉伊做即个四所爱无限伊咧服侍逐所在受过去是会感觉讲伊迄个服侍心令人钦佩所以伊的迄个教会牧师即个周新作牧师伊就讲一句话讲迄个高手在民间大家咧爱笑讲伊是迄个民间的人高手在民间其实是咧讲，其实咱做基督徒，咱嘛伫教会，咱会当伫职场，我来当互主使用互主使用伊现在当互主使用，其实伊就是真正有感受到上帝疼。伊咧共分享的，其实拢简单2句尔。伊有感受到上帝是上界伟大的上帝比安怎想的是无比上帝更较伟大的上帝第二对上帝就是上界疼伊的上帝，上帝是伊来用华语讲这超级爱我的神超级疼我的上帝所以伊讲伊过去也无迄个感受的是拢差不多听主听甲讲99%毋过佫有7%无听。伊讲伊伫迄种的中间的时伊就足侪迄个挣扎足侪挣扎袂甲毋着是佫有空间通挣扎上帝叫伊做这个代志，但是伊就有挣扎，因为还佫有7。其实有7就有2有3佫有较大你还佫有1%，伊讲甲50%无啥物两样就是有迄个空间到尾伊就是真正讲主我愿意100%听你，拢无空间。你叫我做啥我就做，遮尔简单，就是遮尔简单。你叫我做啥我就做，就拢无啥物通也佫想袂甲毋的代志。其实人会想袂甲毋就是你有空间。我对伊分享是感觉讲真感动，感谢主。伊也无做牧师，伊大家咧甲讲笑你是因为做董事长互耽误的牧师啦，就是讲你就是做董事长才袂当来做牧师但是人家讲牧师我哪毋通，因为要做牧师担当伊
耽误伊做董事长。其实做董事长，伊会当发挥更较大的功能，伊嘛会当做主足好的工。所以不管如何，就是你会当做主的工，你就要信慕，你会当担当这个职，你来看做这是宝贝。感谢主，伊教会内底就是有选长老甲执事，这是荣耀的职分。这伫旧约就拢有记载。上帝有命令摩西要竞选长老70个，来帮助你推动这个圣工。所以伫民数记11章底下记载讲，耶和华对摩西讲，你着对以色列的长老中间召集70个，就是你所知影做百姓的长老甲官长的，来到我遮。伊来到我遮，互因会当到我三角徛底。我要伫遐降临，我的灵要降临伫个圣地长，要甲伊讲话。也要将伊的灵降伫你的身躯顶的灵来分赐互因，来担当百姓所爱服侍百姓的工，免得你家一个担因为摩西担担袂起，所以上帝叫爱经70个长老来分担伊的责任。其实咱今日教会长老嘛是咧分担牧师伫教会这牧养的责任。最后所伫世间的事嘛是共款，有竞选12个使徒，佮70个门徒。那甲伊会当同工，会当出去传福音。后来到初代教会圣神降临，教会道形成。伫耶路撒冷，嘛有选出7个讲好名声，互圣神充满、智慧充满的人来做执事。当然是为着迄个饭食的代志大家伫遐咧袂好势，伊出来管理。但是伊做执事，你甲看这执事，我若毋是讲干那咧做这个杂务管理的工尔。其实咱若看到使徒行传这个执事无论是司提反还是腓力拢是讲道真有力，会当传扬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个司提反就是伊会当传福音有好的果效，伊咧讲的道理会吸引人，所以毋只人甲当做眼光灯，伫遐要甲拍死。后来伊甲顺道，这个腓力受迫害了，去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较早是偌困难去做传福音，但是伊会当去撒玛利亚传福音，规城的人拢来信耶稣，表示伊是真有能力的。所以毋是讲这个执事该是无啥，伊共款伊会当为主做真好的工。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即个提摩太前书第3章，甲咱讲即个中级的职分鼓励咱受选的中级着爱敬重伊的职分，会当对主忠心，会当做信的人的模范。我相信因会当实实在在来担当即个职，教会就会当得到复兴。咱的教会法规行政法的第9章讲，本教会的教制分做牧师、传道师、长老甲执事。咱就有4阶的这个分别。长老甲执事是上帝所选调，由教会信徒对敬虔有名声、受圣神感动的这个会员中来选出。长老甲执事拢是上帝的奴仆，应该就要用谦卑服侍的精神，共同借着这个制度整合甲协调来行奉福音。这是咱的这个法规中执会是由小会成员加上所有执事甲传道师所组成的这个会议。当然就是咱的这个中执会。中执会是教会事工执行的一个单位。透过中执，大家对这个事工的协调
会当互这事工的推动会当顺利。这个小会是咱本宗教会体制。我用这个讲好。所以这是伫长老宗内底上界基础的这个代议单位，就是咱的小会，毋是咧较早这个吴英明教授定讲哦，小会是啥？小会是啥？毋是，就是咱的小会啦，小会国语是小会，台语是小会，就是咱的长老会，就是长老牧师甲长老组成的会。牧师是小会议长迄个嘛是中会所指派的代表，所以但牧师做主任，牧师做小会议长。那假使我无伫即个所在，咱的小会议长嘛是中会的指派，中会的指派，所以小会是牧师甲长老组成的一个议会，这是。伫咱长老教会上界要紧、上界基层的一个治理单位，叫做小会。感谢主，咱的长老拢是伫教会做上界要紧，无论是伫人事、伫财务、伫礼拜伫咱的纪律所有的这决策拢是小会。这是长老教会组织，当然。世界上无迄个十全十美的迄个组织嘛，无迄个十全十美的人所以今日咱读这个提摩太前书3章对第1节到13节，遮咧讲的至少，互长老甲执事几个要点。头一个就是讲爱真正羡慕这个圣工。圣工，上帝所教导的工，拢是神圣的。咱着爱羡慕，咱着羡慕，咱若羡慕，咱的意爱，咱咧服侍就无共款。所以咱会当做主的工，牧师有时甲同工讲，其实会使服侍是恩典，是恩典。当咱抑阁有气力的时，咱的服侍主，咱着拔。有时。到时间过，我想要服侍，已经无法度。人总是到咱会当互主用的时，愈是少年会当互主用的时，咱还有主用。最近咱要送一本圣经要互奥弟兄伊就甲咱做真水的工老丁就想讲我甲写一个字上好较早我拢是迄个圣经要送，我拢是用毛笔字写毛笔字即项要写毛笔字迄个写细字的已经无法通写目睭看袂准手举袂知这就是年纪。较早咧写足简单的，即摆袂写，干那写较大字会使所以，咱还阁会当做主的工的时，咱就欢喜做；甲袂当做的时，所以耶稣讲咱还阁伫历史的时，咱就做伊的工，免时要到，这无人会做工要做无法度所以会当做主的工，这是福气第二，咱就是爱有好的品格咱无论咱的生活，咱的行搭咱袂使。有真侪歹习惯，像讲袂使食酒，食酒会出代志咱着要好的习惯咱的讲话有时咱嘛是真正爱学习，讲咱免爱伫咱的品格有好的品格互人会当敬重有时我甲牧师娘讲，看到咱即个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应该是身份足悬的但是伊咧讲话无论倒一种若要质询也好，还是要讲话也好是感觉讲敢着安尼讲你会当用较好的方法来讲
你有一个形象啊，你有一个人格啊，你有一个品格啊，吼，袂使讲安尼讲话犟查查，吼啊，拢是要共耍，拢是要是要共插，安尼即就是品格就无好啊，吼，讲话啊。啊，是咱的行大，应该咱着有好的品格，搁咱爱有一个好的家庭吼，咱有好的家庭，咱袂当治理咱的家，免咱治理上帝教会吼。咱爱好的人际关系吼，甲人有好的关系，咱对主真正爱忠心，对教会忠心。上帝将即个工交代你吼，无论你做啥物工是大的工、小的工，拢是主的工，你就是忠心。搁伫教会内外爱有好名声，吼，所以使徒行传第6章选的这执事就是一款的标准好名声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毋通透过你的好名声，会当荣耀主的名，嘛会当吸引足侪人来归向主。所以兄弟姊妹，咱后礼拜咱就要选举，咱应该有诶明白吼。头讲就是讲，其实信徒拢是祭司，咱有机会通服侍主，咱就服侍主；咱会当担当即个职，咱就担当。第二，咱的中职当然就是要来协助牧师要治理教会来牧养教会，互教会会当得到进步。所以咱嘛就爱常常为着中职祈祷，会当甲教会做好的配合。安尼教会就复兴。第三就是，其实要选出这个中职，咱是透过兄弟姊妹大人选举，所以咱教会有推动这个连锁的金遮祈祷，嘛是要毋茫求圣人家己来感动咱就爱互圣人来带领，互这个选举真正会当照上帝意思来选出好的中职。来带领教会咱的中职嘛是爱家己爱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甲上帝相同行。安尼你有甲上帝好的关系，甲上帝相同行，你才会当有圣洁的生活，你会当带出真水的即个服侍，安尼才会当为主做好的见证，嘛会当做信徒好的模范。教会的中职对教会的复兴是有真关键的地位吼。有一人讲，执事生长老，长老生牧师。即句话，即句嘛啥意思？就是讲，其实伊的阿公是一个敬虔的执事，后来伊的囝比伊搁较互主用结果伊就较热心听主，伊就做长老。伊做长老，伊生囝，其实即个阿公的孙啦，伊大了献身做牧师，当然无一定是安尼。我讲无一定做牧师，该当互主用伫迄个职场，你若会当有荣耀的职场，嘛会当大大互主使用，但是。事实教会就是爱有复兴，才有牧者。即马新人院咧招生拢出现足大问题，就是招袂像较早较济。即马毕业的即个牧者团队教会申请，像今年嘛是申请30间40间，会当受派才12个，表示足侪教会拢无牧者。这是咱教会拄着真大一个危机所以咱就是爱透过有真侪热心的人为着教会圣工欢喜奉献因的囝儿来互主用，安尼教会才会当真正有好的牧者，有好的长老，有好的执事来得到复兴。确实，咱的中职伫教会是真要紧的即个中心嘛咱各种的聚会出席就是
大部分中级拢会较热心出席，伊有一个性质，伊就感觉爱参加吼。无论是丧仪式，无论是祈祷会，为了教会奉献啊，常常有时教会需要奉献，为了要起礼拜堂，伊拢着爱较济奉献，甚至为人毋若为了起礼拜堂奉献，设立奖学金，开放伊的厝做住的所在，会当欢喜甲牧师去关心探访，甚至为人嘛真骨力来清扫礼拜堂，伫草地所在拢是安尼。教会有时有需要贷款，所有捐赠会当摕出来抵押，感谢主吼！咱即帮清风买这礼拜堂，其实咱来贷款600万，长老拢欢喜来担保吼。就是讲，事实上因拢为了教会有足侪付出这就是教会中级对教会是真要紧吼。上落尾牧师要讲。咱伫即个选举的中间，免甲上帝同工有一个文章咧讲选举中级的条件，安尼写讲，教会若照上帝心意选出即个长老执事吼，安尼就毋是讲我敢若限这2档，当然就是爱真正伊是有好的品格，有好的信用。心无性刚，有好的名声人，毋是干那讲你看咧讲，这人看了真缘投，看了真介意，真教目，照你家己咧看尔。你应该是爱选准有好名声，真正有智慧充足、有圣人充满人。安尼才会当帮助教会带来好处吼。所以应该伊伫信仰的品格顶面。伫信仰、伫教会生活顶面吼，拢应该有好的模范吼。比如讲，真正一个有圣人充满、智慧充满、圣洁、忠心、谦卑、顺服，看无家己，欢喜献身，会当甲上帝罗卜同工的人。伫教会生活中间，伊若有灵修的生活，有小组的生活，有十要奉献，会当传福音报道。各会当参与伫国度的宣教，咱就感觉这个工人，这个种子对咱教会有利益，求上帝帮助咱，咱真正为了这个代志祈祷，咱会当选出好的种子，这是教会的福气。咱优秀的种子是教会的调酒，是牧者的好同工，信徒的好模范，咱就要敬重因。搁着爱常常为因祈祷。圣经讲，迄个熬管理教会长老，因是堪得加倍的敬奉。迄个劳苦传道教世人的，搁较着安尼。望咱有种教会会当有真好的教务团队，有中级团队、干事的团队、牧养的团队、侍奉的团队、宣教的团队。我相信教会的确。哪来复兴教会也会当控挂上帝国度，参加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阮后礼拜要开始来选举23届的中期。主啊，阮知影这是伫主的教会一个真要紧，上帝你所拣选要来服侍圣工。要来带领信徒，拢会当热心敬拜上帝，互教会会当所要推动的各种的圣工，拢会当顺利，拢会当好果效。教会会当收刮更较侪宝贵的灵魂，会当控挂上帝的国度。主啊，求你赐福阮教会，有好的教牧团队，更较有杰出的中级的团队，带领各种的团队，互教会得到利益，互教会得到复兴。主啊，阮求你赐福阮对后礼拜开始，会当顺序选出12位长老、30位执事。主，阮完全仰望你，求你教阮三个彼得，感谢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咱今日要甲主坐道，咱只是咱要来吟一首的诗歌355首咱要来归应圣餐，甲主坐道。请咱起立来。愿当主今发作这道，专心来听你的话，千万别主的引导，叫动心灵的栽培，你高圣经信仰告诉，因我心来最梦游，高欢堂归之声的下，听的声的大伟大，将我的百变最远路，献给生活最坚坚，最我自己眼睛好不，从不所在有何变？基督有你，主万条心，把你家内无完谈，无完看你，主你英雄，你救赎的世间，主你相信，千万要请其他人的来温柔，听你声里的情怀念，就看见你是中有，接到了我的捆绑，破坏你的和平。当我咖喱你在陷落，我已有了眼不见。请坐。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恁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咱照伊的圣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三甲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咱要请咱的长老来旁边。
而且咱也已经领洗咧入教会，咱拢诚做陪参会员，咱欢喜甲主坐道。最后所讲囡仔落苦陪同担的，就来求问我要互伊得到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求问我的决断未枵，信我永远袂喙焦。求问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你。问我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问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咱记着这个饼，咱就伫主的面前祈祷，主为着咱拍破伊的宝体，来赎回咱，互咱来领受伊的恩典。现在拢有这个饼吼，摕去食，这是主耶稣基督为着恁所拍破的身躯，恁逐个食的时阵，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主耶稣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要请长老来。但是咱只要这个杯，咱伫主的面前安静，咱也摆在咱的祈祷，咱感谢主耶稣基督对咱的恩典听从，透过愿意牺牲伊家己，道正落地来到世间，为着咱的罪，欢喜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咱的罪。主耶稣担当咱的罪过，也除去咱所有的咒诅。
第几只？这是主耶稣基督伊的宝血，为了你老的所设立的新约。咱啉的时阵，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三个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阮会当100%的听你，互阮欢喜来服侍你，来荣耀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做圣餐的奉献，感谢咱对圣餐主耶稣个伊的身躯甲宝血，咱所领受救赎的恩典，佮医治的恩典，互咱领受无论是天顶地下各种的福气，拢是对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对咱的主耶稣基督享受咱。咱三个来感谢，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阮多谢你，你为着阮来献家己的性命，透过十字架恩典来赎回阮、恢复阮，互阮无搁受罪来捆绑，无搁受罪来压制，互阮会当因为你十字架的功劳，做得到赦免，互阮会当恢复做上帝囝儿阳光的自由。阮是上帝的宝贝仔囝，阮是有福气的人，阮的福气是世间无通比。主啊，阮会当得到这个福气，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当阮甲主耶稣三甲制度的时，阮搁一遍来感谢伊对阮长阔关心的疼，互阮搁一遍将家己来献予伊，诚做活祭，一世人会当来荣光上帝利益人。当阮为了领受圣餐的恩惠，阮奉献淡薄的金钱，愿你圣化，愿你感纳，也愿你祝福。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你愿倚地来祝祈见圣诗390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源，官营极大，仁爱交成，咱来吟全首。我
为天今生今世。就祈祷，请当牧师。当你通平安去，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火，对死人中带阳君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永光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场的聚会到这结束，愿上帝赐恁保护恁。